詩篇119篇105至112節。主，你話語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義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着誓言而行。我極其痛苦，耶和華，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。耶和華，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甘心祭，又將你的典章教導我。主，你話語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。我的性命常在我手掌中，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。惡人為我設下羅網，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。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，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。我的心傾向你的律例，謹守到底，直到永遠。主，你話語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。以賽亞書2章1至4節。阿摩斯的兒子以賽亞所見有關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事。末後的日子，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，超乎諸山，高舉過於萬嶺，萬國都要流歸這山。必有許多民族前往，說：來吧，我們登耶和華的山，到雅各神的殿。他必將他的道教導我們，我們也要行他的路。因為教誨必出於錫安，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。他必在萬國中施行審判，為許多民族斷定是非。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，把槍打成鐮刀。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，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。約翰福音12章44至50節。耶穌喊着說：信我的人不是信我，而是信差我來的那位。看見我的，就是看見差我來的那位。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，使凡信我的，不住在黑暗裏。若有人聽見我的話而不遵守，我不審判他，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，自有審判他的。我所講的道，在末日要審判他，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講，而是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，叫我說什麼講什麼。
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所以我講的正是照着父所告訴我的，我就這麼講了。請同心禱告。在永恆中掌權的上主啊，你的法度傳到永遠，你的平安永不改變。你曾應許在末後的日子，你要藉着你的教會發聖言，供應萬民，列邦都要歸向你。你要在萬民中締造和平，你的名要被高舉，被尊崇，你的殿必堅立，超乎諸山。求你將這光明美善的遠像刻在我們的心中，求你幫助你的教會獨尊你為大，學習聆聽你口出的話語，醒覺你的威榮、尊貴、權能，恭謹地持守你的囑託，殷勤傳揚你的救恩，專心等候向你交賬。在這末世期間，為你永恆榮耀的國度努力盡忠，竭力締造神與人、人與人之間的和平，務要領人進入你平安的應許。主，你話語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。審判之主啊，你必要在末了藉着你的道審判萬民。你憐愛世人，曉得我們本不過是塵土，你體恤我們的軟弱和局限，差遣了你的獨生愛子來到我們中間，以他的死買贖我們得生。他將你生命之道活現在我們眼前，讓我們認識你的良善，不能不讚嘆你拯救的大能。求你因我們信從基督而收納我們，潔淨我們。求你使用我們作你的僕人，你聖言的出口。我們願意學效基督，單講你要我們講的話，行你要我們行的事。求你讓我們經歷你聖言的能力，生活被你聖道不斷塑造改變。求聖靈運行在我們中間，以大能賜我們活潑的動力，使我們行在真理與良善中，天天與主同行，好讓我們在列邦中成為和平之子，帶領全地百姓流歸你的聖山。主，你話語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。奉那照亮我們生命，領我們進入上主應許的救主基督耶穌聖名禱告，阿們。